你身邊嘅後生仔係咪寧願禮拜六日朝早排隊去食個成100蚊嘅全日早餐，或者去文青咖啡店飲杯拉花咖啡，都死都唔肯同你一齊落酒樓飲個茶？好多老友記成日抱怨，話而家班生力軍完全唔識得尊重傳統，連陪下長輩飲茶、食個蝦餃燒賣都話嫌悶、嫌嘈、嫌浪費時間。但係你有冇真正企喺後生仔嘅角度諗過？點解一提起去酒樓飲茶，佢哋就會成個潑冷水咁款，直情好似要佢哋上刀山下火海咁樣？今日我就同大家全方位拆解呢個現象。原來唔係班後生仔反叛，亦都唔係佢哋不孝，而係因為而家嘅酒樓飲茶文化喺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演化成一場專門掠水嘅商業遊戲。好多時候我哋根本就係一直交緊高昂嘅智商稅。更加令人心痛嘅係，每日風雨不改、準時報到嘅老友記，往往就係呢間大型連鎖酒樓利益機器下面最大嘅受害者。所以今日呢條片唔單止後生仔要睇，各位老友記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聽清楚我後面講嘅防伏3招，一齊將主導權攞返喺自己手入面，唔好再做任人宰割嘅水魚。我哋先嚟講下，點解後生仔會對飲茶造成咁大嘅心理陰影？你試下回想下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嗰陣時，全香港嘅酒樓係點樣嘅？嗰個年代，可能一個40幾歲嘅爸爸帶住個幾歲大嘅仔女，一家大細高高興興咁去到屋邨酒樓。一入到去，雖然一樣係好嘈，但係充滿住人情味。點心阿姐推住架點心車，一邊推一邊大喊鮮蝦腸粉、叉燒包、啱啱出爐馬拉糕，熱辣辣嘅蒸汽喺空氣入面瀰漫。你想食乜嘢，直接行以往點心車度望一望，中意邊籠就攞邊籠。阿姐就會喺你張點心紙上面蓋個印章，嗰種體驗係真實、直接而且有溫度嘅。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你再睇下香港啲大集團連鎖酒樓變成點樣？一入到去，首先要面對嘅就係好似打仗一樣嘅攞籌排隊系統。好不容易等到位，坐低嗰一刻，等待你嘅唔係熱情嘅招待，而係一張張冷冰冰，好似公開考試答題紙一樣嘅點心紙，或者是要你用手機掃二維碼自助點餐。對於20幾歲、30幾歲嘅後生仔來講，佢哋平時返工已經要面對無數嘅屏幕、無數嘅數字同系統，好不容易到咗放假，想安安靜靜食餐飯，結果嚟到酒樓，仲要好似做功課咁樣，喺張密密麻麻嘅紙上面揾邊個係大點，邊個係特點，仲要計埋時間，睇下自己有冇超過11點前入單嘅早茶優惠。如果一不首先，個手機網絡收得衰，或者個點心系統死機，真係成個人燥晒。更重要嘅係，後生仔最講究嘅係性價比同體驗值。佢哋去到咖啡，雖然一杯拿鐵要50蚊，一個多士要80蚊，但係起碼換嚟嘅係2小時嘅安靜空間、輕柔嘅指示樂、舒適嘅梳化，同埋一個可以俾自己好好放空，或者同朋友深度聊天嘅環境。但在現代酒樓呢，你俾緊同樣甚至更加貴嘅價錢，換翻嚟嘅係周圍好似街市一樣嘅尖叫聲，隔離台阿伯大聲講股票嘅走音，點心阿姐急急忙忙催你執台嘅嘴臉。兩者對比之下，後生仔自然會覺得落酒樓飲茶簡直就是一種精神折磨。而且最關鍵嘅核心問題就係，現代酒樓嘅嘢食已經完全失去咗以前嗰種水滾茶靚、即叫即蒸嘅靈魂。呢個就係最大嘅智商稅所在。好多老友記可能每日清晨5、6點就起身，去到酒樓門口排隊飲早茶。大家以為自己食緊嘅係點心師傅天微光就返到酒樓，辛辛苦苦用手搓麵粉、剝蝦殼、剁豬肉整出嚟嘅心血結晶。老實講，呢個諗法喺2026年代嘅今日，真係太過天真。而家香港絕大部分嘅連鎖集團酒樓，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咗達至所謂嘅標準化生產，一早已經將廚房嘅編制縮減到最少。你喺酒樓食到嘅蝦餃、燒賣、叉燒包、鳳爪，起碼有80%以上，根本就係喺大型中央工廠，甚至是內地嘅預製菜基地大批量生產出來嘅急凍貨色。想象一下，呢啲點心喺工廠入面被機器大批量倒模出來，然後放進零下18度嘅冷凍庫裏面，放咗幾個月，再經由物流貨車運到香港各區嘅酒樓。酒樓嘅廚房而家叫咩？叫加熱中心。入面嘅伙計根本不需要高超嘅廚藝，佢哋唯一需要做嘅動作就是將呢啲冰封嘅點心攞出嚟，撕開膠袋，放進大蒸櫃入面，下好定時器，蒸夠10分鐘就端上台面。當你明白咗呢個殘酷嘅真相之後，你再睇下張點心紙上面嘅價錢，一籠4隻嘅蝦餃，以前係小點中點，而家動不動就變成特點或者頂點。一籠要賣到48蚊甚至58蚊，4隻工廠機器整出嚟，皮厚過鞋底，入面嘅蝦仁用化學藥水浸到爽脆而無味嘅急凍蝦餃，竟然要收你接近60蚊港幣，呢個唔係智商稅仲可以叫咩？後生仔眼睛係雪亮嘅，佢哋上網一查就知道喺某些連鎖急凍食品店買一包一模一樣，
由同一個中央工廠出產嘅急凍蝦餃，一包有10幾隻都只不過係賣30幾蚊。我點解要特登放假起個大早嚟到你呢度忍受你嘅壞脾氣，仲要俾多幾倍嘅價錢去食一啲喺屋企用微波爐或者蒸籠都整到嘅急凍預製菜？除咗點心本身嘅質素急劇下降之外，酒樓入面嘅種種隱形收費，更加是將揾笨呢兩個字發揮到淋漓盡致。首先就是微微必收嘅茶位費，以前嘅茶位費真係因為酒樓用咗靚茶葉，配埋滾燙嘅山水，等客人可以慢慢品嘗。但而家好多連鎖酒樓嘅茶位費，每位收你15蚊到20幾蚊不等，但俾你嘅茶葉係乜嘢質素？通常係最廉價，碎到好似沙咁樣嘅茶葉渣，沖出嚟嘅泡啊一陣米味，香片就一陣人工香精味。水又唔夠滾，搞到茶葉泡唔開。一個家庭4口人去飲茶，未食過任何一粒燒賣，一坐低，單是茶位費就已經冇咗80、90蚊。然後最令人反感嘅就係嗰個所謂嘅加一服務費。喺香港飲茶，基本上而家係全面推行自助化，自己用手機落單，自己去自助水吧攞滾水沖茶，甚至有時要自己行去點心檔攞嘢食。成餐飯入面，服務員唯一做過嘅服務，可能就係將個膠兜放喺你台面，叫你自己洗杯，同埋最後收錢嗰陣幫你刷張信用卡。但係佢哋依然理直氣壯咁扣你10%嘅服務費。這種賤富搶劫嘅收費模式，對於追求公平消費嘅年輕一代來講，直情是不可理喻。但係點解喺咁多不合理嘅條件之下，酒樓依然天天爆滿，依然有咁多老友記樂此不疲咁去報到？呢度就涉及到兩代人之間嘅情感需求同埋生活習慣嘅差異。對於一個已經退休年約70歲或者80歲嘅老友記來講，酒樓唔單止係一個食嘢嘅地方，更加是佢哋嘅社交中心、精神寄託。可能佢哋成個禮拜最期待嘅時間，就是禮拜6日可以見到個仔、新抱同埋孫仔孫女，一家人圍坐在一張大圓台度。喺老一輩嘅觀念入面，圓台代表住團圓，飲茶代表住孝順。所以當後生仔拒絕去飲茶嘅時候，老友記心入面產生嘅失落感，遠遠超過咗食物本身。佢哋會覺得我辛辛苦苦養大你，而家叫你陪我飲個茶，你都推三阻四，係咪嫌棄我呢個老餅？而酒樓嘅管理層，正正就是看穿咗老友記呢種為咗家庭聚會願意忍氣吞聲嘅心理，同埋老友記對數字冇咁敏感，唔好意思喺後輩面前斤斤計較嘅弱點，於是就設下咗無數個消費陷阱。好多時候，老友記自己一個人去飲早茶，可能10幾20蚊就搞掂，因為有早茶特惠。但只要一到星期6日，全家到齊嘅黃金時段，酒樓就會將所有優惠取消，甚至推出一些包裝得美輪美奐嘅家庭套餐。呢啲套餐看似好划算，有雞有魚有幾款點心，但只要你拿出計算機仔細一算，就會發現入面塞滿咗利潤極高、成本極低嘅垃圾菜食。例如是用大量生粉水勾經嘅所謂海鮮羹，或者是滿滿都是肥膏嘅金錢肚。酒樓就是利用老友記想請屋企人食餐好嘅善良心理，將呢啲成本低廉嘅急凍預製菜以高級中菜嘅價錢賣出去。所以我哋不能一味責怪後生仔冷血，亦不能怪老友記盲目。最重要嘅係，我哋要一齊進步，學識點樣喺呢個物價飛漲、商業套路滿天飛嘅時代入面，做個聰明嘅消費者。特別是各位老友記，你哋嘅銀紙都係以前血汗累積翻嚟嘅退休金，憑咩要白白奉獻給呢啲冇良心嘅連鎖大集團？下面我就為大家傳授真正由酒樓業下行家透露嘅防霍3招。呢3招不單止可以幫你保住荷包，更加可以令你喺後輩面前展示出精明時尚嘅一面，等班後生仔知道阿爺阿媽都係識貨之人，以後同你哋一齊出街食飯，再都唔使驚交智商稅。好啦，我哋即刻嚟睇防霍第1招，認清點心紙同單據入面嘅魔鬼細節，堅決拒絕被動消費。好多老友記去到酒樓，一坐低，習慣性就會將所有主導權交給點心阿姐或者部長。阿姐一走過嚟，好熱情咁話：哎呀，張伯，今日我哋新推介呢個 XO 醬蒸鳳爪啊，好靚撈，幫你畫一籠啦。好多老友記因為面子問題或者熟絡，就會話好啦好啦，整籠啦。但你知唔知呢啲由阿姐口中親自推薦嘅嘢食，往往唔係當日最精緻嘅菜式，反而是廚房入面存貨最多或者是利潤最高嘅項目。喺點心紙上面，你一定要學識睇清楚字眼。例如以前叫鮮蝦燒賣，而家好多酒樓會改名叫黑松露鮮蝦燒賣王或者鮑魚仔原隻燒賣王。老友記一見到黑松露鮑魚呢啲好似好高檔嘅字眼，就覺得好划算。點知上台一睇，嗰個所謂嘅黑松露只不過是幾粒好似芝麻咁大嘅黑色醬料，完全食唔出一陣味。而嗰隻所謂嘅鮑魚，其實是罐頭入面最劣質，好似橡皮糖咁硬嘅迷你小鮑魚。但係因為多咗呢幾個字，呢籠燒賣嘅級數就由大點直接跳升到超點或者廚奇特見，
價錢足足貴咗1倍。除咗點心紙，張結賬單據更加是重災區。好多酒樓最中意搞嘅一個小動作，就係印度性入單。最常見嘅就是，當你一坐低，台面上已經擺放住2碟小食，通常是1碟鹹花生、1碟酸菜或者皮蛋。很多老友記以為呢啲係酒樓送嘅，或者是免費招待，於是就一邊傾偈一邊食。等到最後埋單嗰陣，你仔細一睇張單，原來呢2碟花生酸菜，每碟要收你18蚊港幣，再加埋加1服務費，無端端又冇咗接近40蚊。精明嘅做法係點樣？一坐低，如果你根本不想食呢啲小食，你要立刻果斷咁同點心阿姐講，唔該，呢2碟小食同我收走佢，我哋唔要。根據香港嘅消費習慣同法例，只要你冇動過並且明確拒絕，酒樓是有責任幫你免除呢個小食費嘅。千萬不要因為好面子而默默承受，你越是不出聲，酒樓就越覺得老友記好蝦。另外，仲有一個關於時間嘅魔鬼細節，好多連鎖酒樓都會分早茶、特惠早茶、正價茶同埋下午茶時段。比如話，早茶優惠時段是去到朝早11點之前。好多老友記以為，只要我喺10點45分寫好張點心紙，交咗給阿姐，我就可以享受早茶嘅平價。點知埋單嗰陣，發現全部變成正價。你行去櫃台理論，收銀員會冷冰冰咁話你聽，對唔住啊阿伯，我哋系統顯示你張單最後一籠點心係11點01分先至由廚房出菜，我哋係跟出菜時間或者電腦入賬時間來計嘅。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火滾？所以，如果你想享受特定時段嘅優惠，第一，一定要喺時段截止前大約15分鐘，主動去叫服務員幫你截單或者埋單。第二，落單嘅時候要問清楚，到底個優惠時段係跟落單時間計，定係跟埋單離開嘅時間計。打醒12分精神，唔好俾呢啲電腦系統嘅灰色地帶吞咗你嘅血汗錢。跟住落嚟，我哋講防伏第2招，避開連鎖工業化工廠，尋找真正有手藝嘅獨立小店，重新定義飲茶嘅價值。頭先我都同大家拆解過，大型連鎖集團酒樓之所以成為自生稅嘅溫床，就是因為佢哋全面採用咗急凍預製菜。如果你想帶埋後生仔一齊高高興興飲餐茶，又想食到真正有水準、對得起個價錢嘅美食，你就必須要打破常規，唔好再貪方便去屋苑商場入面嗰幾間行幾步就到嘅連鎖大酒樓。而家喺香港各區，其實湧現咗好多新興嘅新派點心專門店，或者是散落喺舊區，依然由60幾歲老手為師傅坐鎮嘅獨立老字號。呢啲點心專門店或者獨立酒樓，有一個最大嘅特點，就是佢哋通常採用開放式廚房，或者是標榜即叫即做。你行過去，可以清清楚楚睇到幾位師傅喺入面掩藏搓皮、包蝦餃。你要知道，新鮮包出嚟嘅點心，同放進冰櫃雪咗3個月嘅急凍貨，口感有住天壤之別。新鮮蝦餃嘅皮，應該是帶有彈性、晶瑩剔透，食落去一陣麵粉嘅微甜，入面嘅鮮蝦肉仲帶有鮮甜嘅肉汁。而急凍蝦餃因為經過反覆結冰解凍，個皮通常會變得好粉，好容易破裂。入面嘅蝦仁亦都失去咗原本嘅肉質結構。當你帶住後生仔去到呢啲真正用心做點心嘅小店，雖然可能座位一樣稍為擠迫，但當熱騰騰真正手工做嘅點心上台嗰一刻，班後生仔一食就會明白咩叫藝術，咩叫傳承。佢哋會發現，原來用40幾蚊買呢一籠手工蝦餃係物有所值嘅，因為入面包含咗師傅幾十年嘅功力，而唔係工廠流水線嘅複製品。咁樣一來，後生仔對飲茶嘅排斥感就會大大降低，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嘅錢花得有價值。而且去呢啲獨立小店或者老字號飲茶，通常茶位費同服務費都相對比較合理，甚至有些店鋪是不收加1服務費嘅。佢哋免除咗大型商場高昂嘅租金轉嫁，免除咗集團式管理嘅層層剝削，將所有嘅成本同心思都100%投放回食材本身。老友記一定要轉變觀念，唔好覺得去大商場、大牌子酒樓先至有面子。而家嘅潮流啱啱相反，大牌子往往代表住公式化、工業化同埋穩笨，反而是一些隱藏在深水埗、旺角甚至元朗舊區嘅特色點心小店，先至隱藏住真正嘅美食高人。你可以上網叫個孫幫你查下邊度有點心名店，順便叫佢禮拜六開車或者一齊搭地鐵帶你去。咁樣一來，飲茶變成一場家庭式嘅美食探險，有話題，有互動，後生仔自然死都肯同你一齊去啦。最後，我哋來講最關鍵嘅防伏第3招，掌握策略性點餐公式，用專業擊敗酒樓嘅套路。去到酒樓，點樣點菜先至算係坑人？大部分人嘅習慣是，一打開點心紙，最中意嘅就係點最經典嘅幾樣：蝦餃、燒賣、叉燒包、腸粉。但行家話你聽，呢幾樣俗稱4大天王嘅點心，
正正就是各大酒樓預製菜比例最高，利潤被壓榨得最厲害，同時亦是最容易踩伏嘅重災區。因為酒樓知道每個人都會點呢幾樣，所以佢哋一早已經準備好無數箱急凍貨喺度等緊你。咁真正嘅精明點餐公式係點樣呢？我哋要採取逆向思維，專點一些急凍難度高、必須現場加工或者成本透明嘅點心。首先，你可以多點一些蒸糕類或者是煎炸類嘅食物，但前提是要睇得出係新鮮做嘅，例如鮮蝦腐皮卷或者蜂巢乳角。乳角呢種點心極度考驗師傅嘅炸油功夫同埋新鮮度，因為乳泥一旦放進冰櫃冷凍，入面嘅水分就會破壞乳泥嘅結構，解凍後再炸，根本炸不出那種好似蜂巢一樣一層層鬆脆細緻嘅外皮。如果一間酒樓上台嘅乳角外皮酥脆，入面乳泥香滑，咁就證明呢間酒樓嘅點心師傅起碼仲有犯咁上下規矩，廚房未至於壞透。另外就是對於腸粉嘅選擇，很多人喜歡點鮮蝦腸粉或者叉燒腸粉，呢兩款嘅原料很容易用劣質急凍貨代替。你可以試下點最考驗拉腸粉功夫嘅韭黃鮮蝦腸，或者是最齋嘅蔥花蝦米腸。一條好嘅腸粉講究嘅是薄如善益，滑而不嬲。如果佢上台嘅腸粉皮厚度好似粉皮咁樣，夾起來成嚿斷開，咁你就知道呢間酒樓可以列雪黑名單。仲有老友記最中意點嘅中頭飯，例如鳳爪排骨飯、牛肉飯，好多人覺得10幾20幾蚊一盅好抵食，但你知唔知中頭飯嘅肉類往往是整間酒樓入面質量最差，或者是其他菜式切剩落嚟嘅碎肉，而且為咗令到那些放咗好耐嘅排骨或者牛肉食落去有滑嫩嘅口感，廚房通常會加入大量嘅嫩肉粉同埋化學調味料。老友記如果長年累月食呢啲高鈉高化學添加嘅急凍中頭飯，對身體健康，特別是血壓同肝臟會造成好大嘅負擔。如果你真係想食飯，不如叫個新鮮生炒嘅揚州炒飯或者乾炒牛河，雖然價錢貴少少，但起碼是廚房師傅開大火用鐵模一勺一勺炒出嚟嘅，有霧氣，食材看得見，比起那些喺蒸櫃入面悶咗幾個鐘嘅中頭飯，健康同埋好食得多。最後，在點菜嘅分量上，一定要切記寧缺勿濫，分批落單。很多老友記一坐低，因為太興奮或者太驚失禮，一氣呵成喺點心紙上面畫咗10幾樣嘢食，結果呢，廚房一次過將10幾籠點心全部塞上台面，成張台擺到滿一滿，結果你第一籠蝦餃仲未食完，旁邊嗰籠燒賣同埋腸粉就已經變涼咗。點心一旦變涼，入面嘅豬油就會凝固，急凍預製菜嘅缺點就會無限放大，變得又油又硬，極度難食。而且如果一次過點得太多，醒唔晒要做外賣盒。而家酒樓一個發泡膠盒或者紙盒要收你2、3蚊，無端端又俾略多一筆。聰明嘅方法是先點3到4款最想食嘅點心，食完一輪覺得意猶未盡，再根據當時嘅胃口同埋出菜速度點第二輪。咁樣一來，你可以確保自己吃盡肚子裏嘅每一口點心都是熱辣辣喺最佳狀態之下嘅美食，同時亦都杜絕咗浪費。講咗咁多，其實我最想表達嘅是，香港嘅飲茶文化係全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亦都係我哋最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我哋不希望看到呢個文化因為大集團嘅貪婪，因為無止境嘅商業套路，而最終被年輕一代徹底拋棄。後生仔死都唔肯去飲茶，只不過是佢哋用集體杯葛嘅方式來對呢個充滿自生稅嘅餐飲市場作出最無聲最有力嘅抗議。當各位老友記學識咗我今日教大家嘅防霍3招，學識去認清單據細節，拒絕花生酸菜嘅強迫消費，學識主動發掘屋邨舊區入面嘅手工點心小店，學識策略性咁點那些真正需要手工、需要護氣嘅食物，你就會發現你手入面嗰張銀紙終於發揮出佢應有嘅威力。而當你將呢套精明、現代、禮智嘅消費觀念分享給身邊嘅後生仔，甚至主動帶佢哋去那些隱世嘅高質素點心小店嗰陣，班後生仔一定會對你刮目相看。佢哋會發現，原來同阿爺阿媽出街飲茶唔係一場痛苦嘅應酬，而係一場真正能夠品嘗到香港本土美味，同時又唔會被人當水魚掠水嘅愉快體驗。人情味不是靠委曲求全得返嚟嘅，高質量嘅家庭聚會需要我哋每一個人用智慧去經營。希望各位老友記由今日開始放低面子，打醒精神，一齊拒絕自生稅，開開心心、精精明明咁去享受真正屬於我哋香港人嘅水滾茶靚。